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使徒行传》第16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俊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明白你的真道。你说，我们寻求你，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话语。我们渴望更加认识你，恳求你来安静，并松软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赐给我属灵的悟性，使我能够明白你圣经话里的奥秘。恳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目，好帮助我更加认识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将你的话语牢牢记在心里。主啊，你说我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与你有更加紧密的连结。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0章，那看到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故事，从9章、10章到11章的18节。那这故事的主题是讲到外邦人信主，以及外邦人接受圣灵充满。那这一段昨天第10章让我们看见义人跟尼流的祷告，也蒙神的垂听，也蒙神的纪念。那神也派使者来向他说明。那传福音的人必须要知道，特别是主让彼得在祷告的意象中看见，也听见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污俗的。那还有当我们遇到疑惑不能确定的时候，那有圣灵来帮助彼得，也帮助我们能够验证并且明确上帝的作为，还有上帝的旨意。那最后就是上帝不偏待人，因为他也让圣灵主动的随自己的意思将恩赐赏赐给这些外邦的义人。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11章的1到18节。那请俊伟带我们来读11章1到18节。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使徒和在犹太全境的信徒们听见了有些外邦人也接受上帝的道这件事，因此彼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张外邦人也必须领受割礼的人，批评他说：“你竟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家里做客，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向他们解释。他说，在约伯城里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异象，我看见有一件东西从天上降下来，好像一大块布，布的4角绑住，停落在我身边。我仔细查看，里面有飞禽走兽，又有爬虫。接着，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绝对不可！任何污秽不洁的东西我都没有吃过。”从天上来的声音又说：“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这样一连3次，最后那件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刚好在这时候，奉派从凯撒利亚来找我的3个人到了我居住那家的门口。圣灵指示我跟他们一道去，不必犹疑。
从约伯来的6个信徒也跟我一道去。我们都到了哥尼流家里，哥尼流告诉我们，他怎样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的屋子里，对他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邀请一个名叫西门彼得的人来，他有话要对你说，使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当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于是我记起主曾经说过，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领受圣灵的洗礼。很显然的，上帝把这恩赐也赐给这些外邦人，如同我们信了主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一样。我是谁，能够阻挡上帝的工作吗？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不再批评，都称颂上帝说，上帝把因悔改而得生命的机会也赐给外邦人了。好，谢谢。那今天的这段经文从9章31节一路来到11章的18节，那主题是讲到彼得向外邦人敞开传道的门。那传道的重点，不仅是在于外邦人是不是有进会堂，是不是有敬畏耶和华也还不在于是不是他们有信耶稣。那对犹太人来讲这一段的争议呢，在于他们有没有接受割礼这件事情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11章会发现跟第10章焦点好像不一样。到了第10章我们发现焦点是在于上帝借着圣灵把救恩也给了外邦的人。那但是回到了11章，就是使徒和犹太全境的信徒，那听到外邦人也接受上帝的道，那这应该是值得开心高兴的事情。第2节，但是彼得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些人和他争辩。这些人是谁呢？主张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就是奉割礼的信徒和彼得来争辩。所以这些信徒呢，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受割礼。若没有受割礼，就不能接触，就不能跟他们亲近。那除非他们要受割礼。那第10章有讲到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耶和华上帝，也常常周济百姓，向上帝祷告。那但是对这群人来讲，这样条件还不够，他只有就算他爱神爱人，但是他没有像犹太人一样接受割礼，所以他这群人是主张不能够接触，因为只有受割礼的人才能够跟他们是一样的人那这群人呢，他们不是犹太教徒那他们是基督徒，那才会和彼得来争辩。如果是犹太人呢，那他们根本连管都不管，那他们是把这些基督徒也当作是异类异端。但是现在是同样是基督徒里面的犹太人，那他们却起了争议，就是有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是那他们控告彼得的罪名第3节，你竟然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家里做客，第一个。第二个，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那就是有吃饭，他们以前不是用筷子汤匙，是可能用手剥饼，所以有接触，甚至饮食食物的接触。所以等于是宣告这个彼得，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是不洁净的，那等于彼得跟他们接触之后，彼得就是不洁净的。那这个如果回到摩西的律法，或是用旧约拉比的教导，那这个是需要处理的。那所以虽然字面上没有提到不洁净，但是他们用这个来控告未受割礼竟然敢进入
好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当中啊，好那就是去沾染污秽。所以这不洁净的意象呢，其实上帝已经让彼得在约帕的祷告当中就已经看到异象，甚至还对他说一连3次，然后对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不可当作污俗的。那从约帕这样子的事件回到耶路撒冷，那接下来5节到最后的结束，就是整个从4节开始到最后的结束都是彼得的回应。那彼得这段回应呢，和第10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感觉好像又在讲了一次，同样的事情又在讲了一次啊。那也发现，彼得就是很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几乎重点式的来陈述。但是我们在这边要学习的就是，当受到控告的时候，或是说彼得受到质疑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因为这群人呢，本来是一个带着怀疑不安，然后带着一个害怕，好，那也带着一个积极的这个指责和责备啊，但是最后这群人呢，不仅不说话，就是不继续再控告，甚至还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可见呢，彼得在第11章他的这个回应是成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回应就是成为我们没要和人来争辩，或是对某些事情在争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彼得他的第一个他讲到第5节，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异象，所以他先讲出了地点。那然后呢，他讲到他所看见的，我看见的有东西从天上降下来，像大布是个脚吊着从天坠下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看见里面有地上4脚的牲畜、野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那讲述的很完整。那其实这是透过路加的笔来记载下来，所以路加呢应该有意的把这个事情重复的提2次，那应该有它的重要性。那再来第7节是彼得所听见的，那除了地点，除了看见，还有听见。第7节，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绝对不可，任何污秽不洁的东西我都没有吃过。”从天上来的声音又说：“上帝认为洁净，你不可当作污秽。”一连3次，最后那些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那这个记载呢，和前面的第10章可以说是非常一致的。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彼得也是把他很正常的来叙述给这一群在耶路撒冷主张要受割礼的基督徒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来听。那这群人的控告呢，或是指责呢，应该是这群人在教会当中也不少，或是也有影响力。好，那彼得的做法不是不理他们，而是完整详细的来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们听。那但是彼得要凸显的是他看到他听到，但是这不是他的意思，也不是他的决定。11节，那时有3个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人站在我们所住的屋子门前了。所以彼得要表示说，这个事件呢不仅不是他主导，甚至是上帝在背后主导。所以他才刚刚领受这异象，人就出现了。那这个时机，这个巧合呢，不是人可以安排，因为他们都知道凯撒利亚到这个约帕趟路大概就要有50公里左右。好，那这50公里，那能够在这个时间刚好来到，都是上帝在背后调动。那更重要是12节。那圣灵吩咐我们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还有这6位弟兄也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进了那人的家。所以不仅是在上帝在背后，甚至彼得在这边很清楚的来提出是圣灵对他说话。所以跟前面的10章19节，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是指圣灵差他们来的。”好，那所以彼得也让这一群在耶路撒冷的主张要受割礼的基督徒知道，那这也有圣灵的参与。那还有
彼得在这里提到有6位弟兄啊，那6个加彼得1个就是7个，那可见当初彼得去的时候呢，好，那他应该就有预料到，好，去到约帕对不起，去到凯撒利亚，去到一个罗马军官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好，等于是进入到外邦人非常禁忌的一个地方，甚至要去到人的家，外邦人的家里面，几乎是触犯了这些拉比旧约的这些律法。那但是他故意可能刻意就带了有6个人加上彼得7个人，那这样有7个人可以来做见证。那彼得也把这些人所说的话呢，转达给彼得，就是从12节开始哦。那人就告诉我们，那进了那人的家，好，到了哥尼流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好，那在现代中译本是讲到说他应该是现代中译本把哥尼流的名字就放进去了，那这是帮助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能够抓住重点。但是如果我们看和合本或是看原文，是没有出现哥尼流这个字。那在和本是提到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看见天使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天使叫他要派人去约帕，称西门彼得来，而且那个西门彼得有话要告诉你，这些话使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所以13、14节这2节呢，是没有出现哥尼流这个字，只是我们读现代中译本呢，直接把它放进去，会让我们以为好像有。那这个为什么不提哥尼流这个名字？那我想应该不是说哥尼流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的名字连提都不能提。那这段经文这样看下来，就是哥尼流这个人呢，等于代表了所有的外邦人。那他是一个外邦人当中最能够让犹太人接近的一个对象，因为他是虔诚人，还有他周济人，会帮助人，也会向神祷告，还有他能够在家中做好的见证。但即便他这么好，可是呢，因为他没有受割礼，所以好像就差了一步。那像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或是这些外邦的犹太人，那他们能够被接受，因为他们都有受割礼。那可是这个哥尼流他没有受割礼，所以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不能够接受他。好，那但是彼得现在提到说，他进去那个人家中的时候呢，其实是神已经先感动的那个人，而且呢有天使在哥尼流的家中，意思就是说，连彼得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天使就在那里，所以上帝都比他还早了一步，踏进了外邦人的家中，所以彼得也为自己辩护见证说，不是他破坏规矩主动，如果真的要破坏规矩，是天使破坏规矩，是上帝破坏规矩。那15节，那14到15节呢，那当彼得就跳过了昨天我们读的34节到43节，彼得他有4段式的讲到他自己的见证，然后众人的见证，耶稣的见证，还有先知的见证。那但是呢，在这里应该真的路加就想要把它简略了，就没有再把昨天10章的34节到43节再加进来。但15节提到彼得就直接这个来龙去脉，还有这个要想的话，好，那他15节他直接说，当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啊。好，所以昨天有提到，这个一样的意思呢，就是一模一样，就是在本质上一样，在这个状态上一样。那这个一样是跟我们是什么一样呢？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那他们120个人在屋子里面聚集祷告，然后有这个大的响声，像风一样的吹过，有舌头像火焰一样，然后他们都用圣灵给他们的口才来说起各国的话，那别国的话，那
当然我们也看到五旬节那一天，其实也有人是来自于罗马，当然也有用罗马的话，好，那罗马人用的是拉丁文，好，那就是在那边来颂希腊文，好，来颂赞，当时的罗马是还在希腊化的世界当中，好，那所以这个一样就是这等于是这个情形又复制了一次。那所以彼得在这边或是使徒行传的安排在这边就是提到说，这个五旬节第一次的降临呢是先从犹太人身上，那接下来呢居然也在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特别是指不是说他不信上帝，是就算他信上帝，但是他没有接受割礼，也是外邦人。那所以这个罗马书第7章还有这个加拉太书第2章，那还有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个15章，那都会强调这个割礼的重要性，到底要不要继续来背负。所以其实圣灵一直在用说不出的叹息，或是说没有直接明白说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教导他们的事情，让他们明白过来，醒悟过来，那最后才能够让圣灵他所要做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认同。那所以16节这里是在昨天的第10章没有提到的。16节彼得说，我就想起主的话曾如何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那这句话是回到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5节，要在城里等候这件事情。那所以彼得知道原来一开始是耶稣升天前复活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叫他们要在城里等候，不要离开，然后要等候那种上头来的灵能力，并且要受圣灵的洗礼，受圣灵的洗礼。所以这个受圣灵的洗礼呢，原来不是只有给犹太人，是要给这些未受割礼，甚至被犹太人看为是一辈子不能接触，永远跨不过去的那个坎，不能碰触的外邦人，都要受圣灵的洗礼。那17节彼得说，既然神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好，那这句话呢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就是彼得想到耶稣的话，然后呢他明白这个圣灵的降临就是一个恩赐，恩赐就是指礼物，上帝把这个礼物呢都送给外邦人，不是只有送给这群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连外邦人也拿到这个礼物。那而且这个礼物呢就像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所以这里应该加上一个信了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因为五旬节之前他们只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很多人还不能够相信，但是圣灵来之后就让他们看见听见就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把使徒行传第2章的事件又搬出来一次。所以最后彼得的结论是，我是谁，能拦阻神吗？从一开始这整个过程都不是彼得一个人想要做想要干的，甚至发生的事情还有遇到的巧合，然后还有圣灵自己主动，天使也先进去了哥尼流的家，圣灵也自己降下来，他彼得都是只有开口来讲话，但是他讲话呢也没有去用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第10章彼得在跟哥尼流讲话的时候这么谨慎，说你知道犹太人跟别国人交往是不合规矩的，但是你们因为上帝让我看到异象，所以我被你们邀请，没有推辞，不然他应该要推辞，也就来了。那彼得还问，那现在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彼得都不敢有任何的主动和任何的主导，但是他在讲道当中，昨天的34到43节，他倒是讲得很清楚，等于彼得已经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还有这个瘸腿的美门的事件，然后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中，那彼得已经有3篇的
的讲道，甚至从这个圣殿的拘留所出来之后，那他也有为这个耶稣做简短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彼得这几次的讲道呢，真的和他在福音书里面的这个表现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俨然就是彼得像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说话有条有理，而且做事情呢非常的明确，分际非常的有界限分明了，那甚至非常的谨慎，那和前面那个感觉随便说做事情开口，甚至还曾经拿刀去削掉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这个彼得呢，已经是一个判若两人，成为新造的人。好，最后18节，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不再批评，都颂赞上帝说，上帝把因悔改而得生命的机会，也赐给外邦人了。那这个原文当中没有机会，那和本翻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的。好，但是我觉得现代中译本加上机会这个字呢，倒是蛮不错的，恰当，就是原来不是这里在强调不是他们的悔改，其实哥尼流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那他需要悔改什么，他都表现得比一般的人还要好，是一个值得人称颂，值得人尊敬。但是在这里的悔改呢，是一个能够知道自己还有不足不完美，需要有主来成为他的帮助，特别是这个主就是救主，这个救主是要救人的灵魂，不仅是救人的生命，还要救人是能够在末日当中能够求告主名的那一位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哥尼流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呢，他可能他一样可以继续做他的好人，他可以继续做他的义人虔诚人，但是在末日当中，他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可以求告，就没有办法在末日当中的得救，所以这是一个他悔改而得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生的生命，这是一个机会。好，那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的这一段的演讲或是回应，或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像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答辩，是一个成功的答辩。那彼得他的严谨的做法也得到很好的回应。不过呢，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里画下句点，因为这个问题还在。那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呢，我们要读到使徒行传第15章，这个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回来之后，这个问题更大，就是不断的重复发生，所以才会在耶路撒冷的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上面才会做出的决议。那这个第一次大公教会的决议呢，圣灵没有主导，或是说圣灵没有直接的介入，但是他应该在背后就是不断的在带领，从第10章就已经发生了，到第15章才得到了解决。好，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做上帝的工作上，若遇到争辩，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争辩，首先的是要还原，还要能够解释原委，这整个的发生的过程，人事时地物数。好，那彼得在这一篇的解释当中，通通都派上，都可以找到5个 W 1个 H。那第二个呢，就是当提出有力的证明，就是要有见证人一同作证。所以在做教会的事工服事上，为什么不要单打独斗？为什么要团队服事？为什么要2、3个人奉主的名祷告聚集？为什么要2个的出去？那这些都是见证人。我们虽然现在有监视器、有手机、有录音，但是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有2、3个人，就是一个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上帝的国，而不容易陷入到试探诱惑。你看耶稣受试探什么时候？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耶稣单独在旷野的时候，连耶稣都会受到魔鬼的试探，更何况是我们基督徒们是平凡的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2、3个人弟兄姐妹的生活，
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或是祷告的生活。第三个，我们看到彼得呢，这整个事件，那他的冷静呢，以及他的分析，还有他的观察是正确的。虽然一开始他是魂游向外，然后不明白，心中觉得疑惑、困惑，甚至还在思考，但是圣灵已经来带领他，那所以他跟圣灵的配合呢，圣灵不是跟他讲大白话，不是跟他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讲 SOP， 讲这个流程、作业流程，没有，圣灵反而是教导他，用这样的方式再让他明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读上帝的话，也不是要照本宣科或是照单全收，应该要学习像彼得这样子的思考，还有祷告，然后印证求证，然后观察，然后一边走一边看上帝的带领和作为。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就看到全部的结果，然后就去做就好，不是，都是很多事情是在一边进行，所以包括我们在办活动，在办夏令营、福音茶会、短宣队、退休会，这些的事情都是一边在举办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越做越清楚、越明白，没有办法去要求说一开始你要把我们所有的预算、施工通通都编好，然后这个活动就是要如期、如职、然后什么都要跟我们预计的一样，有这么厉害？没有，应该都是在这个定下这个目标，然后众人怎么样如何的去努力，所以也不能定目标定一个一开始就很简单，应该要加上接着祷告与神同工，最后一个成功的辩论是能够使人看出上帝的作为，并且把荣耀都归给神。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需要辩论，需要解释，甚至有时候要上法院，但是彼得其实已经也被告，那我们后面看到保罗行传，那他上的法院更多，被告的次数更多，但是他如何把握每一个这个辩论的机会，能够看出这不是人，而是神在背后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彼得和外邦人接触的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心中的狭隘，以及心中的这个枷锁，就是把割礼看得比一切都还重要，认为割礼就是得救的记号，只要有割礼就能够接受得救。但是保罗已经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甚至在耶利米书也提到，我们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割礼，我们还有心中的割礼，我们要能够如何从心里面来分别为圣，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才是重点。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在做上帝的工教会的服事，有时候和人同工的意见不一致、不一样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有彼得这样子的智慧能够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参透万事，能够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也能够更看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出于人。我们现在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跌跌要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身世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